过来看台南新化的山脚朝天宫，到当要保存传统的拍面送工灯。这条送工灯的时阵，拢爱开面甲青草的顶顶，是真特别。庙方嘛真拍拼要来传承这项武林的文化。台南新化的山脚朝天宫，到当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伫遮也保留特别的拍面送工灯，遵照古礼穿戏衫、草鞋，也有开面来跳送工灯。山脚的送工灯，会使讲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包括这个青草鞋，咱都唔敢甲改，会使讲呢保持这个原汁甲原味。不过也因为当地人口减少，要造就要找人来跳送工灯，这经费甲人力是愈来愈歹找。庙方拍拼咧招募大家来参与，大人囡仔隆重出动来跳送工，上细汉的干那5岁。这小的部落咱过去要来接这个送工灯离这个12年前，我就感觉讲这个相当有这个难度，嘛有可能性阮的妈祖婆这个神威显赫，我这个送工人员、送工队，会使讲非常顺遂，安尼甲考起来安尼。庙方烦恼这项传统武阵会安尼慢慢啊消失去，所以也向台南市府文化局申请将因的拍面送工灯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希望会当来保存传统的武阵，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